石化厂接用到高导火物质，为着要确保电气设备袂倒起来，照规定就要使用防止爆炸设备。不过，就有大数的员工甲入位检举，讲业者涉嫌假造证书，卖的产品根本就无防止爆炸效果。 石化厂发生爆炸或者是火灾，制造空污个造成公安的问题，互附近居民永远是真惊吓。为此，石化厂内底电气设备规定必须使用有防爆炸功能的。不过，市立立委陈昭华接到6轻员工检举，指出严重单位协助业者造假，提供无合格防爆炸电气设备，形式合格证明书顶头写的是可断铸铁，但实际上是灰口铸铁，强度是比可断铸铁的 来的低，所以是不能达到原本声称的防爆功能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。检举人指出，甚至有的产品宣称使用是国际大厂的料，但大厂根本无提供做混料，认为所付的证明书大有问题。这防爆炸功能可能有问题的产品，红卖到台塑甲中油等石化厂。对此，劳动部讲要查。 只要有真的进行伪造及刑法214、215，使公为更载不实，移送。中油嘛表示，1个月内完成清查。109年到现在，新的厂子不多啦，我统计过，大概在林园厂有1个，那大林厂有1个，现在在修复中哈。那桃园炼厂有1个。如果是按照标准去，比如说UL 标准去做的话， 它基本上不太会有故障的问题。中油讲，防爆炸设备正常使用，无啥有各种问题。若讲是防爆炸棉，较属于无固定永久材质，需要搁定来检查。立委陈昭华要求主管机关劳动部应该赶紧来彻查，卖互全民活入公安的风险之中。记者林志文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